大家好，我係 Steve，今日就好想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一句說話。呢句說話叫做你唔可以話我廢。呢句說話嘅出處係嚟自邊度呢？呢句說話嘅出處係嚟自 YouTube 頻道 Brian 在日本住嘅主角 Brian。呢位主角 Brian 發生咗啲咩事？佢嘅性格係點？點解會成為網絡紅人呢？我就唔多講啦。咁大家可以喺翻佢嘅 YouTube 或者相關嘅 YouTube 頻道嘅評論咧，去到了解下呢位仁兄咧究竟發生一啲乜嘢事。咁但係今日咧想抽出呢句說話，你唔可以話我廢呢句說話咧，同大家一齊探討下究竟呢句說話發生一啲乜嘢事。咁首先乜嘢叫做廢？廢究竟有冇一個客觀嘅指標呢？當我哋讀書嘅時候，可能會有啲分數嘅指標啦，譬如話唔合格啦。如果你嘅分數咧係比起唔合格更加低嘅，可能100分滿分，合格分數係50。如果你嘅分數係10零20分嘅話咧，可能就會係一個比較低啲嘅水平啦。又或者你嘅人工係連最低工資都不如咧，呢個咧都會係一個客觀嘅指標。當然啦，呢個世界上係會有客觀嘅指標，咁但係會唔會差到你會俾周邊嘅朋友或者網絡覺得你係廢呢？呢個就係另外一個討論啦。咁喺商業社會方面，如果你係從事銷售嘅，銷售可能會有一個 quota 嘅指標啦。如果你係非銷售嘅，可能會有一個 appraisal 嘅指標，可能係1、2、3、4、5呢個分數啦。咁或許你都會被咧商業社會評為一個低生產力或者低表現嘅一個員工。咁但係就算你係一個低表現嘅人啦，是否會係被外界咧 comment 你成為一個廢嘅人呢？呢度就係另外一個討論啦。咁所以廢同低表現咧係會一個掛鈎嘅情況㗎。咁喺商業社會上邊，一個低表現嘅人究竟有咩情況底下會俾人覺得係廢呢？我就諗到一個例子啦。如果你係一個高管，你嘅表現咧仲差過一個 junior， 或者每事咧翻轉頭你要問翻個 junior 應該點樣做嘅話咧，你或者就會俾周邊嘅同事覺得，哇，呢位同事，呢位高級管理層咁冇用㗎等等咧。呢個情況底下咧，周邊嘅人咧都會有呢個 comment 嘅。咁但係呢個世界好得意㗎，一個低表現嘅人咧，或許會得到別人嘅憐憫啦，或者周邊嘅人就會問下有冇嘢需要幫手啊等等。如果你能夠從一個低表現嘅人把握到呢個機會獲得成長、獲得提升嘅話咧，呢個所謂低表現嘅人咧都會有成功、有翻身嘅機會㗎。咁究竟呢個低表現嘅人是否有能力把握得到機會，得到貴人嘅幫助，從而咧有成長嘅機會咧？呢個就係別人對於一個低表現嘅人一個期望啦。咁但係點解依然都會有人覺得呢位朋友係廢呢？其實呢個廢呢唔係一個點啊，唔係一個時間點，而係一條時間線，即係話呢，我已經盡幫咗你㗎啦，已經咧係俾咗機會你㗎啦，已經有提供唔同嘅支援㗎啦，你會唔會有把握機會去到發展，去到突破？呢個呢就係別人睇你嘅一個狀況啦。而喺 YouTube 啦，或者同呢位同事相處嘅時間一耐咗嘅時候咧，就會發現，咦，原來你唔係單單只係低表現喎，究竟係透過呢個機會、呢個發展、呢個時間嘅時候，依然都係持續低表現嘅狀況咧，佢哋咧就會覺得你，哎呀，真係好冇用啦，真係覺得你廢啦等等。咁所以咧，究竟你係咪喺持續地都係有呢個低表現嘅狀況咧？呢個就好視乎第一，你嘅心態上邊究竟有冇一個成長啦，有冇想突破啦，有冇盡你嘅最大努力，有冇永不放棄嘅精神等等。譬如話上司咧俾咗啲 material 你，俾咗啲資源你翻去試下讀下啦，試下研究下啦，試下做一啲提升啦，或者咧可能上司送咗本書俾你翻去睇下啦，呢個咧都係一啲嘅你把唔把握到機會嘅一個情況㗎。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廢，繼而咧突破一個狀況。咁所以咧呢度有個忠告俾如果你係一個低表現嘅人，究竟你係咪可以喺3個月啦、半年啦，甚至乎一個時間裏邊翻身咧，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嘅回彈嚟嘅，都係一個好好嘅反彈嚟嘅。咁所以呢度一個小結論就係話，如果你係低表現，是否有呢個心態，是否有呢個翻身嘅能力，或者是否有改變自己狀況嘅一個突破咧，都係好重要㗎。咁如果你透過呢一系列嘅狀況，人哋周邊嘅人都睇唔到你有改善嘅地方啦，俾晒機會你啦，已經盡量幫忙嘅話咧，咁所以咧，別人就會將呢個廢呢個 comment 咧加諸於你。咁所以咧，廢同低表現咧係有一個唔同嘅評論嘅。
咦，原來你係一個麻麻地一個人哋覺得係俾一個廢嘅 comment 你嘅一個情況。當然啦，網絡世界係好現實㗎。網絡世界好現實嘅兩個狀況就話，第一，網絡世界嘅 comment 咧係比較唔留手嘅，即係話咧，我哋好想負評一個人，有一啲比較有力啲啦、有攻擊性啲嘅批評咧，你哋見到面嘅話咧，你反而咧就係變得溫和，算啦，見面就唔好講嗰啲説話咁盡啦。反而喺鍵盤啦，或者喺網絡世界上邊咧留言，我哋不論你係一個真實姓名啦，或者匿名嘅留言咧，都會變得咧係去得比較盡啲啊。第二咧就係 YouTube 啦，或者係線上邊一啲時間線，好多時我哋好容易咧去撳翻3個月之前佢係點咧，6個月之前係點咧，個前文後理係點樣樣咧，有冇睇到呢個變化啦？咁所以咧喺呢兩個喺網絡上邊攻擊力上邊或者字眼上邊嘅比較唔留手啦。同埋咧喺線上邊網絡世界 IG 啊 Facebook social media 裏邊嘅前文後理睇到你嘅變化咧，就令到呢個廢呢個形容詞咧係嚟得更加之狠啦。咁所以低表現同埋廢係兩件事嚟噶。第二咧，廢咧可能係一段時間人哋嘅觀察所得出嚟嘅一個結論。第三咧就係性格同埋心態啦。究竟你點樣對於別人嘅負評有一個嘅回彈咧？你自己有幾努力啊？有幾不願意放棄啊？有幾點樣去突破呢件事？呢啲嘅事情咧，可能同器材同埋你自己嘅資歷咧，可能係無關。譬如以我為例，我係跑得好慢嘅，咁但係都可以以7個月嘅時間繼續去到練跑啦，繼而咧去跑到一個全馬拉松。咁人哋睇到我嘅時候，都會有一個成長啊、挑戰啊、突破嘅狀況。咁如果放翻喺線上邊嘅朋友裏邊，究竟別人對於你嘅低評價是否有呢個努力，可能去圖書館啊、鑽研啊、唔同嘅技術啊、唔同嘅請教或者係唔同嘅模範去到做參考，把握每個機會去到提升嘅時候咧，呢個就係你突破回彈嘅一個表現啦。可能譬如話別人都覺得你係唔願意去到努力啊，或者係扮揾工啊，或者揾完又放棄啊，咁呢個咧就係你自己嘅性格同埋心態啦。你是否去改過自身咧？你是否去積極進取咧？都係一個別人觀察你嘅地方。咁但係性格同心態咧，其實係可以改變嘅。咁但係當然改變咧係需要時間、需要時機同埋需要心血啦。譬如話，可能你身邊裏邊有一個大嘅 lesson 可能有情侶上邊太太上面嘅鼓勵甚至乎一啲重大嘅事情發生咧，都會令到你覺得係發現你自己自身性格嘅盲點，繼而咧你想作出改善、作出改變嘅情況。所以如果話我哋人到中年要去做成長嘅話咧，可能未必係一個學術嘅課程啦，或者一個成長課程咧，真正可以幫到你，真係遇見一個時機、一個時段咧，驀然回首咧，成長就會出現啦。所以我哋離開咗校園啦，大學畢業之後咧，成長咧其實係一個領悟啊。究竟邊段時間有一啲乜嘢嘅領悟究竟你對於自己嘅性格，你對於心態有冇一重要嘅反思咧？我哋有個字眼咧叫 ABC。乜嘢叫 ABC 咧？叫 Awareness Before Change。我哋究竟對於自己嘅性格啦、自身狀況嘅一個盲點，有冇一個 awareness，有冇一個覺察，繼而咧我哋會作出一個改變。所以總結嚟講，今日同大家帶出咗你唔可以話我廢呢句説話，廢係一個乜嘢嘅定義咧？我哋時間線究竟有冇在於呢段時間咧裏邊一個突破成長？第三就話對於你嘅性格心態咧有冇一個領悟嘅？所以最後兩個字送俾如果有人話你廢嘅時候，記住兩個字，呢兩個字就係爭氣。我哋要爭氣，令到身邊嘅人大跌眼鏡。希望線上邊嘅所有廢人都可以努力爭氣，令到線上邊嘅朋友大跌眼鏡啦！我哋下次再傾過，拜拜。